噔噔，要等司法家己进步，我看这世人无机会啊。用民意，互反映哦，一个压力，真好代志啊，对唔？支持人数来叫游民调。这个民调案件甲废除死刑白做伙，敢会引起民众的反感？晓玲需要一个律师，我就是律师。你有考虑过你家己的身份无？啊，你安尼无参无上，你又在斗相共，你知影偌济人的下民主无？敢讲为着司法会发展，咱就要当作个看的。你敢是这个意思？一天啊，我若需要你听我，你应该会听的吼。因做唔对代志的人，会当欢欢喜喜伫遐办活动，你是有啥物资格会当安尼啊？凭啥物啊？警察就暴动现场，你欺我！你甲我放开！每礼拜日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无做推定。